和嘅好馬繼承兩場精英至尊沈達成外邊啊木火龍區第四位超勁火力啊，第五位9號中東星月啊，外邊咧就係嗰隻銀亮豪華嘅橙色眼罩啊，內欄紅眼罩仲有精英至尊，大約跟住個第五位㗎。埋到欄啊，花好月形，黑白斜間衫響尾四外邊嘅，後邊三匹馬啦，魅力深啦，有心子咧出閘最快，依家響尾二啊，暫時殿後係嗰隻幸運傳承嚟㗎，去到對面直路尾咁就係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啊，放咗出嚟跑嘅馬係幸運福星啊，超勁火力就外邊跟住個第2位㗎，埋邊第3有專家啦，第4位就木火龍區啦，第5位內欄精英至尊，中間第6仲有東星月啊，後多浸嘅馬，內欄大面箍快樂奇兵，黑白斜間衫要出去啦，就花好月形啊，後呢個馬匹啦，先去有心意咧就尾3入直路，掟大外檔紫色衫在就幸運傳承噶，好啦，正在直路啦，前面透出嘅馬就係木火龍區喎，壓到入去噶啦，幸運福星埋邊噶，中間花好月形亦都逐步追近啊，大外檔嗰邊呢，咁啊分別有呢隻咧就快樂奇兵啊同埋幸運傳承上緊，最後100厘米花好月形支嚟咗半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精英至尊啊，第3名外面快樂奇兵，第4名係木火龍區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花好月形啊，咁啊都轉咗去偉達馬房，上季尾跑咗一場，咁啊今季一出就贏到啦。至於追上